仔仔做運動係咪可以減肥㗎？嗱，首先我哋要先強調咧，即係做運動本身咧係唔係淨係為咗減肥嘅？做運動咧係帶來好多對健康嘅好處。咁但係如果我哋嗰個着眼點係諗住要減肥咧，咁我哋仍然要好小心留意咧，做運動咧要計佢個運動量。如果我哋做嘅運動量係少，但係咧食翻好多嘢，食到我哋個肚覺得好飽好滿足咧，咁可以出現一個情況咧，就係因減得加，而導致我哋好似一個即係好奇怪嘅現象咧，就點解做完運動反而就會增磅？大家做運動嗰陣時咧，一定要留意咧，係盡量係做得嗰個運動量係大，特別咧點樣為之大咧？有陣時可能我哋會留意到自己個心跳咧係真係好明顯咁加速咗啊！